原来是你。看来你不只是个拜金女。说我抄袭，我自己找他们去。聪明，新盛公司幕后的大老板就在这个会所。30岁上下，身高1.8米左右，线条很好。他今天穿的是经典英式剪裁灰色西装，白衬衫看不出品牌，短发梳得很整齐，还戴着墨镜。哦，OK， 有照片吗？有。好像有点眼熟。哎，等等。总之，人已经帮你找到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好吧。哎，小姐您好，请问您预约了吗？我找人。我们这是私人会所，只对会员开放，而且呢，今天有客人包场，实在抱歉。哦。哎，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招聘启事？我记得。我是来应聘的。应聘？你？怎么不是应聘吗？你有相关的经历吗？我啊，毕业之后因为帮朋友的忙，在涉外酒店做过服务员，接受过茶道培训。之后因为兴趣在咖啡厅做过调酒师，再之后在创意咖啡厅做过经理助理，行吗？听起来倒是符合我们的要求。这样吧，你去填一张入职的申请表，好吧？好。好，跟我来。让你久等了。怎么，看见我很勉强吗？今天我是特意为你来的。你不用打了，5分钟之前你的相亲对象已经走了。像她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极差的女孩，根本不适合你。你是？我是迟墨的女朋友。女朋友？据我所知，迟墨似乎并没有女朋友。那你总该听说多年前唯一的一个前女友吧？那又怎样？前任和现任能相提并论吗？这么说，你是想自不量力的跟我竞争了？自不量力。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家世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叫郑宝珠，郑氏集团的未来接班人。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家世，但看你的样子，很明显你的学历不如我，容貌不如我，财力也不如我。请问你有什么资格和我抢男人呢？离开他，100万就是你的了。有钱了不起啊？200万。200万够吗？像你这种样子，200万应该不是个小数目吧？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别妄想高攀迟世，这个世界上有钱人才能终成眷属的。看来你的条件还真是不错，啊，我们回去商量一下，尽快给你答复，好吧？这个事情是做出来的，不是商量出来的。我这个人呢，最大的优点就是勤劳能干，我免费给你们试用，今天就试用。好，好，好，行，欢迎你加入啊！迟墨，我们和好吧，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。郑小姐。我们今天不适合谈恋爱。迟墨，迟墨，你站住！我只想问你，你为什么不接受我？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？我知道你没有，我调查过你。自从我们分手之后，你根本没有找过新的女朋友。你还是爱我的。
你为什么就不肯原谅我呢？什么？啊！等等，虽然只是惊鸿一瞥，但乍一看很眼熟，身高符合，灰色西装也符合，白色衬衫也符合，戴墨镜也符合。难道他就是我千辛万苦要找的人？没想到我好聪明，运气这么好，就是他了。哎，越看越觉得这个人好眼熟啊。这应该就是兴盛公司幕后老板。这位先生您好，我是美开拉美钻石商场的设计师，好聪明。啊，你放心，我是绝对没有恶意的，我只是……池先生，这里发生什么？长了眼睛的人都能看到，这位小姐尾随着我进洗手间，意图不轨。喂，你们会所的安保措施还真是，拜托你们，以后不要什么人都放进。小姐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啊，池大爷，我没有抄袭，那个是我自己设计的。等等，原来是你。看来你不只是个拜金女，还是个小偷。对不起，池先生，都是我的疏忽。这件事儿我们一定严肃处理。人穷不怕，怕的是穷人没有骨气，没有原则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小偷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块表你是怎么拿到的？这块表是我男神送给我的。那么，请郝小姐打电话给那位男神，请他过来证明你是清白的。啊，糟了！那天下午光顾着花痴，怎么就没有想到留个联系方式呢？我们一定严肃处理。人穷不怕，怕的是穷人没有骨气，没有原则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小偷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块表你是怎么拿到的？这块表是我男神送给我的。那么，请郝小姐打电话给那位男神，请他过来证明你是清白的。啊，糟了！那天下午光顾着花痴，怎么就没有想到留个联系方式呢？怎么，找不到人？这块表的价值，我想我们都很清楚。以郝小姐的层次，是不可能接触到能送她这块表的朋友的。那么，除了是你偷的以外，我实在想不出来这块表是怎么到你手里的。什么叫做以我这样的层次？你们有钱就可以随便污蔑人吗？就可以随便践踏别人的自尊吗？这块表就是我男神送给我的。这些话你还是跟警察去说吧。郝小姐，其实我们挺有缘分的。你看，第一次你把我们车给撞了，还欠我们5万的损失费。在拍卖会上，因为您的缘故，我们池氏集团拍回的陨石钻戒比预期足足超出了3000多万。现在这块手表其实也不贵，30来万而已。那么您算一算，前前后后您欠了我们多少钱？其实您年纪轻轻的，
大好年华，我们也不希望你在监狱里边度过，所以您还要坚持承认这块表就是您的吗？那你们想怎么办嘛？我们不想怎么样，这个表当然是要物归原主的。还有，就是麻烦郝小姐帮我们签一个欠条。放开我！我还有话没说完呢！迟墨，你大爷的！我好聪明，发誓，今天你给我的羞辱，我一定会还回来的！把它收好。全都笨手笨脚的，出去！是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的宝贝闺女啊！当初是你啊，说你不喜欢他，跟他分手的，不，现在何必又发这么大脾气？这是当初还不是因为你，不用你管。不是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救人于任何危难之间的感情专家韩毅。你们有任何的关于感情的困惑，都可以找我。啊，我相信每一个女人身边都需要这么一个感情专家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上面有二维码，你们可以扫一下。哎，美女，你也扫一下呗。没时间拿张名片吧。对了，那个爱情专家，我对我女朋友那么好，可她为什么不珍惜我？韩老师，我不想活了，我要为她而死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你第8次拍我店里的单子，你的8次恋爱，每一次你都犯贱，而且还是一次又一次的犯贱。什么时候你不犯贱了，女人就来喽。是韩毅吗？没错，我就是迷倒万千少女心的爱情专家。请问您是？多少钱报你1个月？大姐，你误会了，我只卖艺不卖身。我不用你的身体，我只要你的脑子。韩毅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抄袭我设计稿的兴盛公司老板也是迟墨？啊？